全長3.3公里嘅長沙灣道係貫穿九龍西嘅大動脈。有人喺呢度買過第一套西裝，有人就睇到無限商機。今日帶大家睇下呢條雙引擎主幹道點樣喺保留舊日溫度嘅同時，迎嚟100億級嘅黃金蛻變。聞名中外嘅時裝街，以前以批發為主，而家唔少老闆轉做特色零售同埋街坊生意。長沙灣道防守力極高，靠近荔枝角段有甲級商廈帶嚟強勁嘅白領消費，深水埗段就有剛性民生需求。無論經濟好壞，消費力永遠都響度。呢條街最大嘅亮點在於未來，市建局正對堅善里一帶進行重建，預計2030到2035年，住宅單位將由720伙暴增至1800幾伙。人口倍增將會帶動區內消費力大爆發，大大吸引連鎖品牌進駐。此外，政府更計劃斥資約29億，將舊長沙灣體育館重建成17層高嘅聯用綜合大樓，集體育館、康健中心同埋幼兒照顧於一身。龐大跨世代人流聚集，周邊醫務、教育同埋餐飲鋪位需求將會水漲船高。長沙灣道嘅未來唔單止係多咗幾棟高樓，多咗幾千個單位，佢更加係香港舊區活化嘅一個縮影。呢度保留咗時裝街嘅人氣同埋創業精神，同時迎嚟咗現代化嘅商業基座同埋龐大嘅新消費群。對於工商鋪投資者嚟講，而家正係佈局長沙灣道嘅黃金時機。對於普通市民嚟講，呢度係一個正在變得更美好嘅家。關注美聯工商鋪，我哋下次再帶你發掘更多有溫度、有價值嘅社區商機。